为了要鼓励民众参与社区营造新德生活美学馆，办事举办培力工作坊，透过专业的社区营造讲师，带大家做伙来认捌社区营造，有农业再生、地方创新、文化传承等等。透过课程教民众安怎创造更较好的社区。民众用手机记录社区内的文化特色，可利用废弃物做成好食的料理模型，这拢是负责社区营造团队所打造出来的。为鼓励民众参与社区营造，新德生活美学馆邀请专业讲师教大家安怎经营社区，了解什么是社区营造。要安怎去建设去经营咱的社区，对社区有帮忙。在地爱先会晓，搁老人家邀请因来教育个培力，吼，熟悉咱社区的一寡资源，教我们的居民如何产生一个对社区想要进步的一个问题意识，然后写成报道，甚至于以公民记者的角度去发现我们在地的一个特色，然后结合把它拍成一个就是所有的学员成果的纪录片。最近这几年，台湾在社区营造顶面投入真侪心力，成果备受外界肯定。专家讲，社区营造会当做的代志真多，主题范围真宽，不论是大也是囡仔，只要有心为社区做代志，大家拢会当参与。做一个计划，会当讲我想要推动农村再生，我想要推动地方创新，我想要做迄个文化的传承，这拢总会使，所以呢，伊是一个最温和，伫日常生活中会当做阿公阿嬷。迄个青少年咱这妇女囡仔拢会当做伙来参与。这几年佫发展出社群就是讲，伊无一定拢总集中在做伙。比如讲新住民，伊可能分散大，但是因的聚会有今仔来听课的就河南东乡会，因有家己迄种组织，因就有因的议题。台湾推动社区营造30年，希望会当在地方建立社区文化。营造社区共识，建立社区生命共同体，把鼓励民众参与公共事务。透过这个课程，除了让大家明白社区营造，社区甲社区之间摆当互相交流、互相讨论，结出更加多创新的想法。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。